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30，旧历的12月25，礼拜三。去年的5月，台中一个艺医师为了要保护诊所的女助理，和33岁嫌犯压倒台死。台死人了后，嫌犯的家属讲，这个嫌犯有思觉失调症，也就是精神有问题。早起一审宣判，嫌犯被判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，而且要监护5年。艺医师的太太听到判决，情绪激动，讲虽然无完全符合到家属的期待，但是感谢法官主持正义。虽然这个判决离我们心中的还有社会的期待有一些差距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法官给我先生一个正义。因拢是去年5月份，好一个冲入去去诊所的人，提刀抬死的医生。台中地法院一审宣判，这个被告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，监护5年。我们的社会真的破了很多洞，就像蔡总统在小灯泡的卡片上说的，他希望把它补起来，可是精障暴力到现在还是一直有发生。我不会相信我先生是最后一个。伊讲代志发生后到即马，被告的家属到即马拢无任何表示。伫法庭的时，被告听到被判无期徒刑嘛无表情。虽然罹患精神疾病，而导致辨识能力、辨识违法行为的能力有显著降低，但是不影响其辨识能力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全部丧失他的辨识能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法院综合了各种情况，认为他这个恶性重大。法官讲，被告有思觉的失调症，却伫103年时家己停止治疗。伊早倒去诊所有杀人的嫌疑，所以讲判无期徒刑。另外，搁加监护5年，至少要关30冬，会使上诉。